各位老友記，秋天係去河南最好嘅時候。你睇下呢片萬仙山，紅葉滿山，赤壁連天，真係靚到好似一幅油畫咁啊！呢度叫做世界第9大奇蹟。行入掛壁公路，一邊係懸崖，一邊係紅葉，仲有精彩嘅太行傳奇表演，保證睇到你嘩嘩聲。喺開封行下古城牆，夜晚再去汴梁小宋城，小橋流水，好似返咗去東京嘅汴梁咁。如果撞正1年1度嘅菊花花卉展，成個龍庭公園都係花海，啱晒鍾意影相嘅你啊！萬歲山武俠城呢度真係好玩到唔捨得走，成個景區仿照宋朝嘅街巷，周圍都係武俠主題，有十字坡、江湖街、聚賢莊，行2步就可以見到武林高手 NPC 表演，刀光劍影，勁過電視劇啊！仲有好多實景劇，鍾意湊熱鬧嘅你一定開心到咔咔聲。講到食，洛陽呢度牡丹燕菜一定要試啦！蘿蔔絲變身燕窩喎，湯頭鮮甜，仲有朵牡丹花喺碗裏面開，真係又靚又好食啊！仲有重磅安排睇嘅武王盛宴，邊食邊睇歌舞，好似穿越返唐朝做埋皇帝咁款。去埋天下第一名剎少林寺，行埋天堂、明堂、應天門、九州池，感受大唐嘅盛世。鄭州呢間希爾頓惠庭酒店2025年先全新開張㗎，房間仲有埋咖啡機，舒服到唔捨得走。今年特別升級咗，全程5晚，我哋都係入住國際品牌嘅酒店，唞足精神，日日睇靚景。6日行程，食得好，住得正，玩得爽，真純玩唔使煩。中午機去，下午機返，黃金嘅航班時間，4人同行，每位減200，60歲以上嘅老友記再減150，名額有限，快啲約齊啲親朋戚友一齊出發啦！秋色唔等人，快啲 call 我哋報名留位啦！